因为桂林医院的市中心6月9号发生枪击案，和破碎地方相当惊吓。毛议员郑嘉欣伫总集巡检讨去年单次发生暴力刑案到3件，造成民众不幸过身的高比例，进一步要求警察局一定要有所作为。我想要知道说，你上任以来发生刑案后死于非命的共有几人？光是这2年，从去年到现在就已经死了3个。今年就是这一件，就死了3个，不是吗？6月9号这一件。去年有2位啊。而且今年的枪击案件2件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。对，也就是说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死了3个嘛，这是事实嘛？那比率是不是高于在你还没有来的这些局长？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方局长，你有什么样的策进作为？自从这件事情6月9号又发生了一件在我们归仁圆环，而且又是在市中心，你针对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样的策进作为？跟议员报告哈，治安的，因为坦白讲，发生这件事情之后，很多民众也打电话来关心啊，大家都很 shock， 连包含本席，我住在归仁那么久，我也是觉得非常的 shock。我觉得治安是真的是，毕竟再怎么样，我们要共同讨论。去年一整年，我们的枪支的一个绩效件数在警政署的统计数据里面，我们是6都取缔查获枪支的第2名，仅次于台中市，这是有数据可考的。对，我跟易作霖报告，我们对于枪击案件绝对是重视。为了这件医权枪击案，毛议员检讨警察的执勤包山包海，烦恼治安的时间愈来愈多。强烈要求一定要设立监视器弥补，不只顾治安，相信买当大降低交通事故。对此，市长表示，治安的热点一定会优先评估。还原到现场，我们还是要靠监视器，毕竟警力不足。那你有个监视器，24小时在那边帮我们防守，这为什么这不重要吗？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才要来检讨吗？请问市长这边可以允诺吗？我们也请警察局优先评估，基本上警察局在评估的时候都会以治安热点为优先考量。当然以治安热点，问题是归仁圆环已经发生，像6月9号已经发生这件事情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治安热点，警察局会来评估这部分。除了治安交通热点的监视器，由嘛针对86号快速道路加开机车练习场，一并要求检讨增设。台南新闻，军职林银根采访报道。